还是我领先。老毛病的病发，在于0.01的误差。看书看写看车看白的不够真不过关，一个下午不过关，写的又刷刷的在写一场难结束的战役，洁白度还不满意，完美主义病发，强迫症构成。写看车看白的不够真不过关，一个下午不过关，写了又刷刷的在写一场难结束的战役，从头再来还不满意，完美主义病发，强迫症构成，在作祟，为我的真诚心灵相照，挥挥手笑着没关心发作，这范畴，同种人才懂。这里观众，放轻松，让我们安心的一种做的反复，和持不疲每一步。从头到尾检查5遍，直到末日来临都不变。谢谢大家这首《过路上过生活》。